成婚嘅鐘嘉欣網上承認已婚，並發布結婚相，但就未有正面回應懷孕傳聞。大病初愈嘅張敬軒為延遲舉行嘅澳門演唱會彩排，軒仔感激祖兒有意頂替演出嘅窩心舉動。歡迎收睇娛樂頭條。最近咧喺劇集《警犬巴打》，晚晚都見到鐘嘉欣㗎。不過現實中咧，好似好耐都冇見過 Linda 啦，所以最近啦都有好多關於佢嘅傳聞，甚至話佢秘密結咗婚。到底事實係點呢？呢日 Linda 透過文字向大家解釋清楚啊！鐘嘉欣被傳2月27號將會同圈外男友 Jeremy 喺加拿大結婚，更加有指佢已經懷孕5個月。呢日嘉欣喺微博嗰度作出親筆回應，宣布結婚嘅消息，更加上載咗一張佢同 Jeremy 嘅結婚照。嘉欣指喺舊年嘅秋天已經接受咗男友嘅求婚，佢感謝傳媒朋友對佢一直以嚟嘅關心。關於感情同埋家庭，佢一直都保持低調，希望可以擁有自己嘅家庭同埋過平凡而幸福嘅生活。嘉欣仲提到佢喺舊年年初遇上嚟自溫哥華嘅 Jeremy， 佢仲指得到雙方家長支持，長輩都希望佢哋早日成家立室，開枝散葉，而佢亦都希望同 Jeremy 一齊建立簡單而幸福嘅家庭。嘉欣話佢肯定 Jeremy 係佢人生嘅 Mr. Right。喺舊年年底，佢哋喺雙方家長同埋神嘅見證之下，進行咗莊嚴而簡單嘅婚禮。而2月27號將會喺溫哥華寶擺喜酒，同親戚朋友分享喜悅。嘉欣話希望將來係一個賢妻良母，照顧丈夫同埋家庭，更加感謝佢一班好姊妹，好似李亞男、岑麗香、黃君馨、九雲慧，幫佢守住呢一個秘密。只不過嘉欣就未有就懷孕5個月嘅傳聞作出正面回應，佢只係話關於其他嘅傳聞，佢唔會再一回應，希望保留一啲空間，更加指適當嘅時候將會同大家分享喜訊。嘉欣更加感謝 TVB 製作資源部總監樂易玲小姐同埋 TVB 嘅藝員部，為咗保護佢嘅私隱而作出配合同埋安排，而樂小姐都有就事件回應。我哋大家都好想恭喜嘉欣先啦，因為佢啱啱咧就係恭喜宣佈咗喜訊啦。其實仲有啲咩詳情，樂小姐可以透露下㗎？其實咧，原意咧佢就想係今次擺完酒之後，佢先至即係將佢嘅喜事同大家分享嘅，因為因為佢屋企好低調㗎，咁同埋即係我都尊重佢嘅想法啦，因為佢想有一個好私人、好溫馨，唔使去將來去點樣面對傳媒記者，佢好想有一個咁嘅晚上。咁但係今次我當然冇見過佢，因為我冇飛過去。咁就但係我都從佢啲長輩啊同埋家人口中咧，都知道 Jeremy 係點嘅人，咁我都同佢通過電話傾過偈嘅，好好啊，好開心啊！另外一個好想問嘅就係咧，即係而家坊間都好多傳聞就話間係雙喜臨門啦，呢方面有冇啲嘢要代下嘉欣，即係同大家講下？呢樣嘢咧，係時候嘅時候咧，佢哋一定會即係同大家分享。而家時間尚早，有啲嘢唔係時候講嘅。我一定要澄清一樣嘢，佢結咗婚2個幾月咋，呢樣嘢我要代佢澄清啊！我冇徵求佢同意，佢冇可能有5個幾月生日。另外嘉欣嘅前度男友伍允龍得知呢一個喜訊，都有發語音訊息祝賀對方。我收到呢個消息，我都好戥嘉欣開心，咁我祝佢新婚快樂，同埋 God bless 佢 ，God bless 佢個 family。舊年喺節目都姐去 shopping 裏邊